日本東京美斯足球場話精彩大典呢個足球小將真實現實版，巴西對日本。日本主場喺東京美斯足球場布陣，對住巴西上半場落後2-0，全場而家追翻，而家下半場追翻2-2，仲要撳住巴西打。應鬥，即係蘭斯孖寶追翻2-2。今晚人在日本，心在香港啊！佳佳做隊長點啊？香港加油！加油啊！哇！熄燈喎，香港咩事啊？冇交電費啊，啟德定係有啲咩儀式啊？放煙花啊，好似日本咁樣。人在日本真係心在香港啦，好有黑，好想翻嚟香港支持啊！日本仔我都想嚟贏，都想嚟唔輸啊！但係友誼賽冇所謂啦，香港呢場就一定要贏啦！支持香港隊，香港加油！We are Hong Kong，惡盡無負。哇！咁樣睇住兩場波，都唔係講玩咯喂，爭啲。哇！上田已逝啊！哇！爭啲就頂中尾啊！哇！爭啲反擊3-2。上田已逝，伊東純有，長友又都去賴下嘅。就睇翻呢邊先，香港隊，香港隊加油！呢個香港數個老母孟加拉，隊佢老母攞物仔。